伫咱要敬拜会开始之前，咱来积极祈祷的时间。今仔日是圣诞节，咱要用祈祷来到主的面前，嘛要用娱乐来到主的面前。我们感谢神，今天是圣诞节，我们用赞美、用祷告来到主的面前。我们一起先为自己预备心，为自己来祷告。 是的，主啊，我们将我们今天的敬拜交在你的手里。主，我们要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，愿你纪念我们每一个人。那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，真实的与神你相遇，真是甲主你来相拄。主，我们用这条时光来学乐你、敬拜你。愿将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，愿咱的祈祷感恩，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，阿门。 因你生命原来敬拜，为了你的面前来敬拜。耶稣因你生命原来敬拜，也是你是主，耶稣是主。 祈祷前，咱来读这段经文。咱用圣经用台语来读，诗篇146篇第2节，咱做伙来读。我一生要学乐耶和华，我也活着的时要过。咱用华语嘛来读一摆。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，我还活着的时候要歌颂我的上帝。 歌颂的伫台语讲学乐，学乐咱的耶和华，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，咱开声来学乐咱的主。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你，你是阮的主，你是阮一生含伫学乐的主，你是帮助阮的主。我们直接献上感谢，伫圣诞节今仔日，阮献上感谢，因为你将你独生的圣囝献予赏赐予阮世间的人。我们学乐你，感谢你的名无煞。主，你是堪伫学乐的主，哈利路亚，学乐主，学乐主。 阿门。咱来看下面的经节。来，咱先来念咱台语的部分。我就是光，人入世间，何其那信我的人，无徛伫暗，无徛伫暗内底。咱读华语的部分。我到世上来，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。 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神，神拣选我们在万人当中拣选我们，让我们不住在黑暗里面，让我们永远住在他的光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下面我们来主前来祷告。我们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常有很多的罪，求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谦卑的认罪，特别为我们自己的需要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健康来献上祷告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。主啊，我们只是卑微，我们来你的面前寻求你，恳求你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。 更多的学习耶稣的样式，主，我们有得罪人的、不讨你喜悦的，求你赦免。主，我们将我们的家庭、我们每一个人、兄弟姐妹仰望在你的手里。是的，主，是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头前来祈祷。主，你是阮的主，你是阮永远的光，伫你的内面永远都无黑暗，伫你的内面，阮要得到永远的生命。哦，主啊，阮要将阮家己的罪摆在你的面前。 恳求你赦免阮的罪，阮阮捌的罪，拢要伫你的面前来摆列。主啊，阮也恳求你来祝福阮个人、家庭，也是阮的囝儿，甲阮厝内面大大小小，拢伫主耶稣的平安内面，伫主耶稣伫
降生的平安内底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阮将阮每一个人仰望伫你的手里。阮安尼感恩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。阿门。咱来看下面这个经节。下面的经节。咱做伙来念台语的部分。我来是要互你有我，搁有丰盛。我来，国语我来了，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你要不要更丰盛的生命？我想大家都喜欢更丰盛的生命。我们每一个人有劳苦，有重担，因为我们要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主，来向他祷告。我们来下面的祷告。我们知道，在圣诞节的当中，我们不是只有过一个节日而已，过了就忘，在欢庆当中就忘了。我要请大家，请咱大家伫这个圣诞节时阵来思考，圣诞节伊真正意义是啥物？敢是欢喜过节尔？咱应该是谦卑等候的心来迎接主耶稣的降生。特别要邀请咱大家伫今仔日来许一个愿望，这个愿望就是来为主传福音，让你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，真做一个传福音的人。咱这个时阵来伫这个祈祷内面，咱来甲主讲，我要真做我伫今仔日的圣诞节愿望，我要真做一个传福音的人。咱做伙来为咱家己真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来祈祷。哦，主啊，阮感谢你，阮伫你的面前，向你祈祷。我们真做一个传福音的人。哦，主啊，帮助阮，互阮会伫阮的身躯边的人会因着阮来明白你。哦，主啊，感谢你，我们真的是喜悦为你传福音。主啊，在这个圣诞节期的时候，让我们更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，因而我们要为你传福音。哦，主啊，愿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，使用我们的祷告，在我们的祷告当中，真的是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为主传福音，活出神你喜悦的样式。我们同心祷告，是奉靠你的名来求，阿们。继续咱来祈祷。咱要为着教会内面，伫看白中软弱的肢体来祈祷，伫酒杯内底，你会当掀开。咱也要为着咱徛起伫即个无好的环境的百姓、遮个居民来祷告。伫圣诞节的时阵，咱搁较济爱出去关怀人，毋是干那关起来礼拜庆祝尔。咱会当搁去关心你身躯边，遐可能是哀伤的人，心内有苦闷的人。家庭有困难的人，所以啦，要邀请咱大家来为这三项来祈祷。我们一起开口为3件事情祷告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将教会当中有疾病、有困难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你亲自扶持他们。主啊，妈妈为着徛起伫遐个无好环境的百姓，献上祈祷。伫冬天的时阵，因阁需要温暖的徛起的所在。恳求主保守因、看顾因，互因伫每一个所在徛起的时阵，有天使来帮助伊，有愿意帮助因人，互因的生活无得到困难。主啊，我嘛在为着哀伤中的家庭，最近有3个家庭面对家人的失去，求主以安慰、怜悯在这些家庭当中。哦，天父，哦，你是安慰的主，求你的安慰就临到那些哀伤的家庭当中，需要你的家庭当中。谢谢天父，我们将他们仰望在你的手里。感谢祷告是奉你的名求，阿门。咱下骹的祈祷，咱要为着咱的教会做伙来祈祷。咱为着咱的牧师，3个牧师，为着咱教会的发展，为着咱团队的发展来祈祷。嘛，特别为着咱的团队的首长的健康来祈祷。特别为着咱主日学青少年的事工祈祷。今仔日主日学伫对面教育中心嘛有大型的圣诞的活动。咱为祈祷，或者老师佮细囝伫遐参与这个活动的时阵，圣神甲因三角地地。耶稣降生的平安，就降就赏赐互每一个囡仔。
也为着咱拄啊受洗的20个兄弟姊妹，也搁伫咱教会即2天所有的圣诞活动，主来带领，也搁下暗的圣诞的音乐会，咱完全交托伫手，咱做伙开声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阮恳你祝福阮3位牧者，主啊，阮的牧者拢是你的仆人，亦拢是你所当用的，愿你守护保守伊。发光的团队，主啊，阮的长职、阮的区长、阮的小组长的健康，拢交托伫你的手，愿你守护迄个属天的健康伫因的内面。哦，是主，阮也要将今仔主日今仔日伫所有办的活动，对头到尾，你完全带领圣神引带保守，互因伫迄内面会当享受甲主同在迄个平安。主啊，阮嘛将20位受洗兄弟姊妹拥抱伫你的手。是愿你帮助因，互因的脚步永远跟对你。主，我嘛为着教会即2天所有圣诞的活动，搁一摆摆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你帮咱带领的老师，也是每一个乐团，拢伫主你的能力内面，你完全来帮助阮，带领阮，愿要将所有荣耀归乎你。安尼感恩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，阿免。咱继续要为今仔日。会敬拜，咱要为咱所有同工来祈祷，求主赐了合一谦卑的灵伫内面，然后将各项各样的恩赐连结在我们的当中。我们一起来为今天所有的服事，站在各方各处服事的同工献上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你赐下那合一谦卑各样的恩赐，在我们当中彼此连结，好叫我们所有的服事都讨神喜悦。主啊，都是为了要荣耀你的名。主啊，我们谦卑服事你，是为要荣耀你的名。是的，主将这谦卑的服事摆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合一的服事就在我们当中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谢谢主。最后，我们要为今天的崇拜来献上祷告。我们为着这样2堂，我们这样感谢主，教会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围绕在我们的礼拜堂当中，我们一起为着今天的敬拜献上祷告，恳求天父就在当中来圣灵就在当中运行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将我们今天1堂的这样合堂的圣诞礼拜交在你的手中，恳求天父，你的灵就是降临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整个礼拜就合神的心意，讨神喜悦。哦，是的，主啊，是的，主，赞美你，将今天的敬拜仰望在你手，将牧师今天的讲道、圣歌队的献诗、乐团各样的服事都在神的手中，神的保守当中。谢谢主，赞美你，阿们。咱这位站起来敬拜咱的主，因你的性命，我要来学乐你。耶稣是堪得学乐的主。耶稣因你的性命，阮敬拜你。耶稣因你性命，阮来敬拜。跪落伫你面前来敬拜。耶稣因你性命，阮来敬拜。也献给你是主。耶稣是主。是今仔日圣诞节时阵，咱搁一摆宣告耶稣是咱的救主，是世间人的救主。是主，恳求信心甲希望，耶稣基督是主，耶稣因你性命，阮来敬拜。为了你面前来敬拜，耶稣因你性命，阮来敬拜。也是你是主。咱做伙宣告，耶稣是咱家己的主。耶稣是主。耶稣是主，恳求信心甲希望，耶稣基督是主，耶
热情的敬拜。咱要唱台语哦，哈。耶稣，献给公义救主，彰显上帝的伟能。你的听是好听，当看关系，我有奉献不尽的问题。耶稣，冠冕将我望你，看你应要尊贵我乐。我也是凭信心的前天班，在奔波做的跳来的兄弟，奉献我的心来敬拜你。来为你的家，哦，我的主，哦，我都仰望你，这情来敬拜你，耶稣，献给公义救主，彰显上帝的伟能。好听，当看关系，我有奉献不尽的问题。耶稣，冠冕将我望你，望你应要尊贵和乐。我很心的信心。前敬拜，这地步做的跳我的兄弟，奉献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奇妙来为你的家，哦，我的主，哦，我都仰望你的情。来敬拜你，热情来敬拜你，热情来敬拜你。咱将一切荣耀归有咱的主，咱的神，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。我们热情的来敬拜，大声的喊耶稣，他是我们的神。神，他名字叫耶稣，他来到这世界上，为要救赎你。生命的意义，尽在这福音里。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，耶稣是生命。一切问题的解答，耶稣是生命，一切黑暗的亮光，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惧怕变为力量。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。有一位真神。名字叫耶稣，他来到这世界上，为要救赎你。生命的意义，尽在这福音里。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，耶稣是生命。一切问题的解答，耶稣是生命，一切黑暗的亮光，将忧
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惧怕变为力量。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。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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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稣。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，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，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惧怕变为力量。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，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，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，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惧怕变为力量。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，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，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。今日圣诞节，咱做伙来学了咱的主，这是华语的哦。咱做来回应耶稣降生，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大家一起回应。耶稣降生，耶稣降生，普天同庆，普天同庆2000年前，2000年前，为你为我，为你为我，小小君王，小小君王，在马槽里，在马槽里，天使天君，天使天君，报好消息，报好消息，耶稣降生，耶稣降生，普天同庆，普天同庆，2000年前，2000年前，为你为我，为你为我，小小君王，小小君王，在马槽里，在马槽里，天使天君，天使天君，报好消息，让我们一同齐声宣扬，传播大好的消息。耶稣降生在世上，使你我有盼望，黑暗中充满亮光。让我们一同齐声赞美，名叫阴暗的君王。耶稣降生在世上，一切再也不一样。So we say Merry Christmas today。耶稣降生，耶稣降生，普天同庆，普天同庆，2000年前，2000年前，为你为我，为你为我，小小君王，小小君王，在马槽里，在马槽里，天使天君，天使天君，报好消息。让我们一同齐声宣扬，传播大好的消息。耶稣降生在世上，使你我有盼望，黑暗中充满亮光。让我们一同齐声赞美，比较平安的君王。耶稣降生在世上，一切再也不一样。So we say Merry Christmas today。
让我们一同齐声宣扬，传报道的消息。耶稣降生在世上，使我有盼望，黑暗中充满亮光。让我们一同齐声赞美，名叫平安的君王。耶稣降生在世上，一切再也不一样。So we say Merry Christmas today。耶稣降生在世上，一切再也不一样。So we say Merry Christmas today。咱来唱，刷接唱新。